继续来看，今仔日是这个明年选举登记参选的第一天，真侪立委的参选人拢抢伫第一时间到选委会来登记。台北市万华的选区，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吴派玉，甲无党籍的立委参选人吴美仁，是同一个时间到场登记，互相来拼场。另外，这个郭文泰的妹妹郭美兰去登记的时阵，竟然是袂记哩早保证金，无聊当场赶紧来累钱总钱。大安新未来，中正万华关键议题。2024大选登记参选第一天，选委会头前是闹热气势。台北市中正板甲区立委参选人吴派玉，和社会民主党地安区立委参选人苗博雅，有现今的立委林冲则陪同，同齐来遮登记。年轻世代来参与政治，我们不投机，也不侥幸，我们不诉诸仇恨的动员。今天来的这些朋友，都是我们这个万华中正的这个居民。两个人同齐挑战北市板甲选区，嘛伫咧10点登记参选，共台车拼。不过登记参选拢先传好势。郭文泰小妹郭美兰登记参选，所发现袂记查保证金。许多好朋友的存在，所以呢，他们很快就帮我凑好该有的准备。台北赶紧请幕僚去附近领钱，有郭妈妈和随行的陪同，总算完成登记。基政区各高雄，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黄捷，同款伫咧今仔日透早抢头香登记参选立委，嘛带小妹黄蓉来见证，展现有要拼落去决心。希望可以看到我对国家，然后对高雄的愿景之后，可以进一步的认同。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尤浩由馆长陪同登记参选，选伫咧选委会开门就来遮登记，强调要替国民党抢到党内落水溪线年初失去的立委席处。一起来赢回南投这一席立法委员，我们全力向前冲。中央地方一条线，好不好？2024大选万般的握紧，选战嘛哪来哪竞争？江选区靠政见甲人盘摊，嘛考验选民的支持度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